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29號。這一期啊，我們繼續聊一聊當下的經濟現狀啊。我們很多人呢都深有體會啊。一方面啊，是從各種渠道、各種數據啊，感覺啊還是穩中向好。你比如說啊，這個11月份貿易順差1萬億美金，各種科技巨頭，對吧？這個資本市場上市，各種輕產市遙遙領先。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對吧？都是各種增長，但是我們普通民眾呢，總是感到这個壓力、困難，對吧？通過我們身邊啊，我們各種接觸到的信息啊，反映的又是經濟低迷。這個通常啊說叫宏觀數據啊與微觀體驗之間的差距，也就是說啊，當下這個經濟低迷是不是我們牛馬韭菜的錯覺呢？實際上經濟挺好的，有很多地方啊也是人山人海，很多店啊還有排隊，有些新能源汽車的吧，20-30萬幾個小時就能訂出去幾十萬輛，這個你能說這個經濟不好嗎？上海的新房價格還在漲，30萬1平米的房子都是日光盤。今天啊，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孙立平教授的，他的標題叫經濟低迷不是老百姓的錯覺。那言下之意啊，經濟低迷是當下的一個現狀，不是錯覺。這個是根據孫立平教授他一個講座整理的。在這個講座裡面啊，孫立平教授他自己說啊，他說為什麼這些年啊，專家還有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和預測很多都是錯的，大相徑庭。他舉了一個例子啊，他說2023年初啊，那就是口罩期間嘛，快要結束了。他說很多人都判斷啊，即时享受性消費會有一個報復性的反彈，日用必需品的消費會逐步恢復正常，耐用品的消費會長期低迷。他說儘管啊，孫立平本人還是比較謹慎的，但現在看當時他都過於樂觀了。說這2年最慘的企業是哪些企業呢？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就現在最慘的啊，要關門的都是2023年年初準備大幹一場的那些企業，他們賭的就是叫報復性消費、報復性反彈。因為前面不是3年口罩嗎？這個我深有這個印象啊，印象很深刻。就是2023年的時候啊，疫情一放開之後，很多門面房又租出去了，很多人啊摩拳擦掌。這個第一站就是餐飲，因為這個口罩期間啊不讓堂食，給人感覺啊好像把這個食客啊憋壞了。這個現在好不容易放開了，那這個餐飲一定會報復性反彈，所以很多人啊拿着錢就殺進這個餐館，大大小小的餐館雨後春筍一樣啊。就是2023年啊，後來不到6個月，有的多的堅持1年全部倒閉，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報復性消費。這就是誤判。當然這個不是說啊中小商戶會誤判，經濟學家專家都誤判。孙立平說啊，2023年夏天，也就是這個不是放開半年了嗎？他去廣州去這個參加論壇，有很多做企業的朋友向他訴苦，說為什麼現在還不如去年？那時還沒放開呢。這說明啊，實際的走勢和常識出現了嚴重的偏離。孫立平把這個歸因於是我們腦子裡的思維模型出了問題。他說我們很多人呢，腦子裡面模型都是經濟周期波浪，就周期性波浪的這個模型，這是主流經濟學知識的一個重要部分。哪怕你沒有學過經濟學，只要你腦子裡面想問題的時候出現的是觸底反彈這樣的概念，實際上就是這個模型。這個孫立平教授他認為我們現在經歷的這個時代可能不是那個什麼周期性的波浪起伏的過程，而是一個階段性轉折的過程。俗話說就是一個時代落幕了。從肉眼可見的層面來說，由房地產和債務推動的高歌猛進的時代結束了，同時全球化紅利階段結束了。孙立平教授認為現在我們走在是一個叫經濟收縮期。他舉了個例子好比我們開車，他說原來跑的是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上車子也可能會出問題，人也可能累了，在服務区停下來把車子修一下，人休息一會兒，上了高速馬上還能跑120公里每小時。現在的情況是高速這一段已經開完了，现在相当于已经下了高速了，下面是国道或者是省道、县道、乡道，甚至是泥泞的小路。本来经济在这个高速上对吧，快速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乡道，你想快也快不起来。孙立平说经济收缩期，这个可以帮我们理解很多问题。比如说
為什麼企業不貸款不投資？原因是企業家的信心問題，這個是過去的說法啊。這種說法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問題是，即使信心問題解決了，他就會去貸款去投資嗎？不一定，因為現在畢竟是面臨着過剩，對吧？到處都是產能過剩呢，不過剩的你也不一定能幹得了啊，就這意思。在宏觀政策層面啊，他說可以讓我們的頭腦更清醒一些，避免魯莽的採取所謂強刺激政策，尤其以大水漫灌的貨幣政策來救經濟。不少經濟學家都在呼籲出大招強刺激，實際上他說这也是行不通的。現在許多政策的作用都在鈍化，各項政策出台之後啊，有的連個響都聽不到。現在真正的問題是，就像你跑馬拉松跑累了，你鼓勵他也沒用，你推他也沒用，你給他吃點營養的東西，喝紅牛還是沒用，他需要的是休息，是恢復和積蓄體力。在企業層面，在經濟收縮期啊，尤其要有一種收縮型的思維。我們過去是擴張性思維，幾年前任正非就講過啊，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歷史時期，要準備過冬，要將含義傳達給每一個人。這個是咱們節目裡面經常說的啊，讓含義傳遍每一個人。所以這個孙立平老師說啊，他說經濟低迷不是老百姓的錯覺。孫立平他說他對2026年中國經濟走勢的看法就是5個字，叫冰火兩重天。這個和前幾年完全不一樣。什麼叫冰火两重天呢？這是2026年啊，我理解的就是像上海的楼市一樣，对吧？那核心地段的豪宅，那價格一直高歌猛进，对吧？1.5亿一套的房子，日光，但是外环那些刚需房賣不动，賣不掉，对吧？200万一套的房子滞销，老破小也在降价，也是卖不动，这不就是冰火两重天吗？孙立平说他对中国经济现状有3個基本判斷。第一個呢，他說這些年中國科技進步是非常強勁，當然與世界先進水平比，特別是與美國比，在很多領域確實還存在很大差距，要承認這個差距，但同時也要看到這個差距在不斷縮小。原來是很多代差，甚至不止一代，是好幾代，現在很多都是代內的差距。這些年中國技術創新進步速度非常快，迭代也非常快。前幾年的新3樣還是指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光伏產品，現在的新3樣已經指人工智能、機器人和創新藥。實際上在一些領域中，中國已經實現反超。第二個已經形成了一種極具競爭力的產業鏈優勢。這個競爭力哪來的呢？當然不能否認有補貼的因素，但不能完全歸結到補貼上。我覺得至少有這麼幾點：一是產業鏈的完整性，二是巨大的產能，三是在價值鏈中位置不斷提升。這個孫立平教授認為他說我們還可以注意到一個東西，他把它稱為微小的創新或改進。有的連微小創新也算不上，就是小改進、小做法，有點像把農業時代的精耕細作弄到工業中了，但這很重要。第三個呢，他說經濟的疲軟也是一個事實，現在大家都能感覺到一種肉眼可見的蕭條，做生意的覺得錢越來越難賺，普通人覺得工作越來越難找，在大街上隨處都可以感受到蕭條，很多店鋪關張倒閉。這不是人們的錯覺，前幾年出現一個詞叫氛圍衰退，是一個美國人提出來的。這個詞指的是經濟指標良好，但公眾普遍感到經濟低迷。我們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也就是統計局的數字看上去還好，但是老百姓覺得一年比一年難。那孙立平教授說了他對中國經濟的3個判斷，對吧？技術有進步，供應鏈有優勢。那為什麼經濟突然就轉不動了呢？為什麼就氛圍衰退呢？為什麼老百姓感覺到低迷？這個孫立平說要分2步來回答。首先是透支，他說過去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實際上也是一個透支的過程。他說我經常用百米衝刺來形容這個過程。原來是匱乏的社會，把生活必需品補上是一個100米，家用電器是一個100米，汽車是一個100米，房子是一個100米。也就是說咱們這麼多100米衝刺所以現在很多人還沒有跑完。現在人們實際上已經是氣喘吁吁，跑不動了。說日夜兼程，意味着我們同時也背負了沉重的債務。所以這就是透支第二個呢是循環問題。他說前些年我提出一個新2元結構的說法，形象點說也可以叫
叫做上半身與下半身。現在的問題是，很多資源都集中在上半身，下半身的資源越來越少，而且上半身和下半身無法實現循環。進入2025年之後，這種趨勢就越來越明顯。以股市為例啊，他說這個股市出現明顯的結構性分化 ，AI 算力、半導體、商業航天這些賽道的龍頭股漲幅動輒翻倍，而傳統的權重股步履蹣跚，大量中小盤非主線個股更是持續沉淪。股市是實體經濟的映射，實體經濟同樣是冰火兩重天，一邊是高技術制造業的蓬勃生長，另一邊則是傳統產業的艱難調整。房地產銷售面積同比下降18%，鋼鐵、水泥等傳統制造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整個地產鏈上下游都是深陷低迷。這個趨勢最後會體現在收入與就業上。2025屆1222萬高校畢業生中，傳統的文科、商科畢業生就業率不足50%，16到24歲的青年失業率一度高達17.8%，房地產及上下游行業更是減少了200多萬個崗位啊！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怎麼會有消費？沒有消費，經濟怎麼循環？這個孙立平教授說現在需要的不是強刺激，需要的是修復。他說這幾年我一再強調，現在需要的不是什麼放大招，不是強刺激，甚至他說需要的不是人為的延續經濟繁榮。人为的延續經濟繁榮這個說法是經濟學家羅斯巴德在研究30年代大蕭條的時候提出來的。這個羅斯巴德的意思是，造成30年代大蕭條的真正原因就是人為的延續經濟繁榮，因為人為的延續繁榮必然會導致資源的嚴重錯配，而資源的嚴重錯配就是30年代大蕭條形成的真正原因。為什麼要強調修復呢？因為修復是恢復經濟內在活力的過程，是重造經濟循環機制的過程。為什麼科技創新進步很快，產業鏈的競爭力很強，經濟卻有點轉不動，處於疲軟狀態？這裡關鍵的問題就是循環，能實現循環才有內在動力，而要實現循環，最需要的就是修復。在蘇聯的鼎盛時期其經濟總量大致相當於美國的70%，而且在科學技術一些領域甚至超過美國。為什麼最後經濟轉不下去了？就是無法實現循環。那時的蘇聯經濟是兩個脫節，科技與經濟是脫節的，經濟與民生又是脫節的。那修復什麼東西呢？就是要修復妨礙經濟循環的那些環節。但是現在我們能不能把大量的東西生產出來，一點都不是問題。我們能不能把性能和品質很好的東西生產出來，也基本不是問題。但就一條，賣給誰，誰來買？賣不出去，沒人買，經濟就無法循環，企業就沒有利潤，居民收入就無法增加，就業的情況就不可能改善。這就是現在中國經濟的基本症結，也是前面說的3種現象會共存於一體的真正原因。所以現在要使中國經濟重新煥發生機，真正具有內在的動力，就必須解決這個循環問題。而解決循環問題直接的因素當然是消費，但從消費端解決這個問題是無濟於事的。也就是說為什麼循環會出問題？消費這兒出問題了，那消費出問題又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那還不是該消費的人沒有錢？那這不就是這個問題嗎？那消費的人為什麼沒有錢呢？他沒有就業，收入在下降，所以這裡面就出现一個很矛盾的問題就是你一端你的生產能力很強，你生產能力強，你不是解決就業能力也強嗎？你產能大，那按理來說你就業很充分才对，但事實上也不是。孙立平說他說中國要避免一種外部強大、內部脆弱的雙軌經濟陷阱，就是表面上看很強大，但實際上內部非常脆弱。重建經濟發展的機制，他說修復的目的是恢復經濟發展的內在活力，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機制。可以看看我們過去幾十年是如何走過來的。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发展，改革開放當然是大背景，是決定性的因素，但從具體機制說他認為是與3個因素分不開。第一個是電氣革命背景下大規模集中消費浪潮的推動，但是這個過程已經基本結束。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經濟為什麼會發展那麼快？有一個因素一直沒人講，就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很幸運的趕上了一場消費革命。這個年紀大一點人都知道上個世紀90年代，對吧？那個3大件是自行車，還有什麼縫紉機吧？農村裡面電視機還沒普及呢，黑白電視機還沒普及呢，對吧？後來就是變成電視機、電冰箱、空調，對吧？短時間內现在已經變成新能源汽車，對吧？農村裡都有汽車了，洗衣機，這是農村的，那城市裡面呢更是發展更快。所以說這個一場消費革命，也就是當下你說
不論是農村還是城裡面，就消費這一塊還有什麼需要升級的？好像看不到，对吧？家電下鄉也下鄉好多回了。现在很多農村裡面家裡2個這個冰箱啊，你還怎麼賣給他？所以只好忽悠他以舊換新，對吧？家電補貼讓他買新的，那農民他就會算賬了，我為啥要買個新的呢？所以這個就是孙立平說的啊，為什麼經濟大發展？正好第一個有一個因素就是這種電氣化革命啊，這種就是消費革命。那第二個呢，他認為是房地產的財富效應。過去幾十年是大規模消費了幾十年，我們很多東西都是那個時候置辦的。他說啊，那個時候的收入增長有那麼快嗎？現在的消費是斷崖式下降的，但人們的收入是斷崖式下降嗎？他說啊，這2個反差說明什麼呢？說明消費與收入並不是簡單的函數關係，就是線性關係啊。消費與收入啊，它們之間是非常重要的財富效應，但是財富效應已經在退潮，甚至出現逆轉。那第3個是外部環境提供的條件，我們非常幸運趕上了全球化這波紅利。加入 WTO 之後，這段時間老百姓生活改變是最大的。大多數人的房子是什麼時候買的？車子是什麼时候買的？什麼時候開始出國旅遊的？什麼時候有這麼多人出國留學？就是這一段時間，甚至包括那些打工的農民工。農民工掙了錢，農村的面貌都改善了，房子改善了，家具家電添置了，甚至有了汽車。那新技術能否帶來新希望呢？孙立平教授说啊，现在的問題是原有的電氣革命和工業革命所引起的消費浪潮已基本消失了，而新的技術雖然可能帶來新的前景，但從目前看，至少有2個要命的問題：一是技術本身的內卷，它是基本還是處在花拳繡腿的階段；二是嚴重的負外部性。他說這什麼意思呢？比如說啊，技術的內卷，這個技術內卷指電氣革命外化的那些商品有一個特點，既是耐用品又是必需品。他說現在有這樣的東西嗎？而新的如人工智能這樣的創新方向，現在看可能在生產端引起革命性變化，但在消費端不但難以轉化為商業革命和消費革命，很多東西不但不是必需品，而且是可有可無的東西。真正是必需品的少之又少，如養老機器人。如果我們將洗衣機與掃地機器人做一個對比，就可以看到兩者之間明顯的差別。再說負外部性，關鍵是對就業的影響。2024年全球燈塔工厂數量已經達到了172家，覆蓋了全球31個國家和35個行業，其中中國的燈塔工厂佔據半壁江山，達到了79家，佔全球總數的 45.3%。燈塔工廠代表的是工業領域頂級的智能制造能力。中國目前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智慧工廠和自動化終端，已建成數字化車間和智能工厂1萬多個，是全球最大的智能制造應用市場。大量引入數字化技術、自動化設備、智能生產線的同時，對工人的需求數量急劇減少，製造業正在向着一種少人化甚至無人化的模式轉型。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2023年報告，2022年中國工業機器人裝機量達到29萬台，佔全球總量 52%， 連續9年位居世界首位。截至2022年底，中國工業機器人保有量突破150萬台。2022年，中国制造業機器人密度達到322台每萬名工人，全球平均是141台。也就是說啊，大量的机器人的應用，實際上那不就減少了就業崗位嗎？那自動化對就業的影響直接而明顯。根據中國社科院估計啊，2015年到2022年，工業機器人累計替代400到600萬個制造業崗位。這些崗位主要集中在重複性體力勞動，替代率為70%到90%；低技能制检，替代率為50%到60%；倉儲物流，替代率為40%。孙立平教授認為啊，這個就牽扯出2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是你怎麼就生產出人們不得不買的東西；二是你如何通過擴大就業，讓大部分人都能買得起這些東西。他说這個問題啊，在上一次的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中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而現在卻都是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你通過機器人啊，你通過這個自動化生產線生產出很多這種智能產品，它就產生2個矛盾：一個你既不能提供就業，人沒錢；第二個你生產出來這東西呢，它又不是必需品，那大家就不買啊。那你看你整個的這個生產線它在幹啥呢？這不就是直接就過剩了嗎？所以孙立平認為啊，他说即使從大國博弈的角度說，也迫切需要在順暢循環的基礎上形成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我們再回到孫立平教授這個講座的主題啊，經濟低迷不是老百姓的錯覺，
實際上也能解釋啊，為什麼我們現在你看在科技這一塊，你感覺好像是在蓬勃發展，尤其是啊11月份这個順差1萬億美元，按道理是不應該的吧？你這個創了歷史新高啊，那怎麼大家反而覺得經濟越來越冷？那個1萬億美元也是真實的，老百姓感覺到經濟低迷，那更是真實的。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矛盾呢？這裡面啊，孙立平教授啊，他分析的啊，他說是循環出了問題，確實是這樣。你比如說科技，你科技不管怎麼發展啊，你是超過美國還是說接近美國，科技發展會讓一小部分人從中得到利益。科技巨頭啊，這不光是中國啊，其實美國也一樣，對吧？美國的這個科技7個巨頭，它的發展也只是硅谷的，对吧？很多人受益，跟美國這個大部分老百姓啊，比如說這個紅脖子，對吧？鐵鏽區的，它有什麼關係啊？沒什麼關係。紅脖子、鐵鏽區的人還是靠美國的這個基本保障，它的保障体系。你看啊，隨着科技發展，馬斯克很容易就成為有史以來是吧？也最富有的人。馬斯克好像今年的身價是7000億美元吧？刚有人給他算過啊。科技發展會讓一小部分人獲利，然後跟這個科技密切相關的人跟着後面占便宜，對吧？你比如說英偉達賺那麼多錢，英偉達的員工個個都是億萬富翁，跟英偉達直接密切相關的上下游的，占便宜，他們感覺不到经济低迷，他們感觉到只是蒸蒸日上。但是這些人的人是少數人啊，对吧？靠科技獲利的得益的是少數人，大部分人跟這個沒關係。所以我們就會看到啊，一方面是科技高速發展，產生很多這個富翁巨富，但是一方面是普通牛馬望洋興嘆，這跟他沒關係，對吧？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到經濟挺好，但是老百姓覺得越來越不容易，因為這樣的人是大多數啊。還有一個外貿也一樣啊，外貿裡面你要分開看，這個高附加值的在增加，高附加值就是剛才說的，比如科技相關的，它的出口它在增加，那也是獲利的是少數人，跟科技相關的啊，但是跟那個普通牛馬相關的，比如說啊纺織品啊低端的那些商品，那些出口即便在增加，它的利潤還在減小，因為捲呢，對吧？你還要跟越南、跟印尼、跟印度競爭啊，所以你的價格還得低，實際上利潤不高，也就是低端產業啊，即便外貿在增加，它的利潤在下降啊，即便有錢賺，那也是個別就是做外貿的老板，對吧？他們可能稍微賺一些，那跟下面的工人啊，實際上關係就不大了。工人這玩命加班，你也就賺你加班的錢。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啊，雖然說外貿順差創了歷史記錄，但依然對吧，難掩經濟低迷，就是大部分人感覺不好，寒意來臨。那2026年呢，這種趨勢啊會得到加強，這是我個人觀點啊。因為你在科技這塊，咱們現在對吧，要在科技這塊投入非常大，無論科技這塊取得什麼樣的成就，能不能達到預期，它跟大部分人關係不大，它只能对吧，惠及一小部分人。實際上說1000道1萬，對吧？你這個不管你是科技還是外貿，你大發展，你最終你看你要解決多少人就業，有多少人跟着後面直接沾光，直接沾光的少，那你这個錢讓少部分人賺了，他們在上海買那個豪宅，不就這意思嗎？而大部分人收入在下降，他們在失業，所以你消費就起不來，你怎麼刺激沒有用。我這個說的還是就是正向循環啊，這中間還沒有消耗。如果你要考慮到大頭啊，對吧？拿走了更多，你這個1萬億美元的這個順差裡面，大部分是大頭的，那跟韭菜又有什麼關係呢？大頭拿走了，然後又浪費了，不停的修路，對吧？不停的把馬路刨開，河道裡貼瓷磚，老幹部療養中心，所以的話就出現這種怪現象啊，也就是一邊看上去好像紅紅火火，一邊是牛馬韭菜，越來越感覺到寒冷，越來越焦慮，越來越要失業。實際上美國啊，他不用擔心這個，也就是說通過科技發展，少數人掌握了大量的財富。雖然最近這個美國斬殺線很火，但是我倒是覺得美國他不需要擔心，因為美國人他一套完善的啊再分配機制，就社會財富啊，對吧？首先富人交的稅多，對吧？什麼遺產稅、各種稅、財產稅你要交。第二個，人家有社會保障，各種兜底，而咱們這邊是缺這些的，所以牛馬韭菜他就會越來越感覺到經濟低迷，越來越感覺到失落，越來越感覺到壓力大。所以說這種感覺啊不會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所以我們2026年甚至2027年我們都要接受這麼個現狀，就是一方面啊是穩中向好，形勢一片大好，一方面呢我們個體上那是壓力越來越大，越來越焦慮，越來越多的人面臨着破產，按揭貸款還不上，工作找不到，失業，这就是而且这種矛盾啊很難解決。這是我對這個孫立平教授這個講座的啊一個觀後的感想，供大家參考。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